为着要提升全民对科学的兴趣，国科会是搁再来举办科学推广的活动，而且也鼓励学生发挥创意来制作59秒的短影音，让台湾的科技科学会当透过影音来推广。这里来一个拍纸箱啊，喷出白色的圆壳啊，科技甲魔术结合，实在真好看。由国科会举办的第2届 Open Core 科普创意奖，5万同学甲科技科学知识，运用影音媒体来传播，吸引全台湾460个学生囡仔团队，17组成绩真好，1分钟的科学影片类，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作品最近很忙，得到大专院校组的金奖。这些酒醉行为背后，其实都有科学的原因。好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喝酒文化还蛮盛行的，但是他们现在都不太了解，就是饮酒过量可能会引发什么心理或是生理上的不适。另外，对短影音的热度，第2届科普创意奖嘛头1届精选59秒的短影片，大专院校组的金奖由实践大学的魏宇新闻摕到。打雷会分解空气中的氧气。分解为氧原子与其与氧气结合。因为有时候会跟朋友走在路上，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下雨天会马上知道会下雨？这个影片让我就是特别去查关于下雨天可能会有的气味。这样，现场有17组科学手作的单位，欢迎民众来到上演文创园区，感受科学的魅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